好啦，咁啊，跟住多謝晒Alan嘅分享啦。咁啊，我哋請留步，我哋咧有個祝酒嘅儀式嘅。咁我哋邀請我哋嘅嘉賓咧到台上嘅。好，再次有請 Miss Emily Shen 到台上。有請公司代表 Mr. Fisky Wong、Mr. Thomas Cam、Mr. Victor Man、Miss Alison Chan。接下來繼續有請所有今天的滴滴上來合影。MWG 的 Vivian Tan、MERS 的 Mary Sok、JP 的 James Lee、EY 的 Edwin Yong、Co-Creation 的 Samuel Chin、Origin 的 Carol Wong、Master 的 Thompson Liu、Promise 的 Warren Tang、Look 的 Connie Look、Star X 的 Leo Liu、ALSF 的 Alice Sun，還有 Vivid M 的 Vicky Mui。有請 AIE 的同事 Jason Che、Sir Yu Wong、Maggie Chan、Alvin Cam、Tanya Tan、Danny Law、Jason Lun、Joel Lee、Jason Lee、Nicky Tam。好，我哋嚟影一張嘅靚相先。係啦，大家可以斜身咁樣，可以企埋少少，斜身咁企埋少少。我哋可以過嚟，係咪？我哋請。好，大家可能要斜身咁企近少少。好，我哋嚟影一張合照先。A big smile for the camera。好，我哋請台下嘅貴賓同埋同事一齊舉起手中嘅酒杯，我哋一齊恭喜所有2024年做得咁好成績嘅同事。同時也要預祝在2025年，我們 AR Family 的成績更上一層樓。3、2、1 ，Cheers！好啦，各位互相碰杯之後咧，請留步㗎。係啦，台上互相祝賀，台下嘅貴賓亦都可以互相祝賀嘅。Hello Jessie。好，Alan 唔好到台下先啊。好。好啦，我哋希望大家可以企翻頭先嘅位置啊！我哋翻返去頭先嘅位置，我哋可以翻返去頭先嘅位置先啊！好啦 ，Alan，好啦，大家企翻喺頭先嘅位置先，因為咧我哋知道咧，馮生咧就係4月生日嘅，咁我哋亦都希望喺呢個時間咧同佢一齊慶祝佢嘅快樂生辰嘅。咁咧，除咗阿馮生之外咧，原來咧。田小姐同埋呢一個我哋嘅司儀之一 Dennis 咧，都係同一日生日嘅喎。除此以外咧，4月份咧仲有陳德森導演，我哋請埋 Teddy 上嚟。好啦，好，我哋仲有一啲嘅4月份生日嘅同事咧，不如我哋請埋佢哋一齊出嚟啊！4月份嘅生日仲有 Tracy Young、史萌、P.P. Chan、Andy Tai、Marissa Wong、申義飛、Sophia Wei、Angela Learn， 生日嘅喺前面，同埋 Wendy 鐘。生日嘅可以嚟前面，生日嚟前面，生日嚟前面，生日嘅嚟前面。好，係啦，生日我哋圍喺前面。好，我哋影一張大合照先。好，大家要影到啊！好，跟住睇大會嘅。
各位4月之星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好啦，我哋請阿馮生代表我哋切蛋糕。恭喜晒！恭喜晒！好啦，各位4月之星咧可以就座先。咁啊，各位 DD 可以留喺台上高嘅。好啦，我哋請阿馮生啦、Amy 同埋 Jackie 咧，同埋老闆咧，我哋可以企嚟呢一度，我哋想同大家影一張嘅大合照嘅。我哋請馮生、Amy 同 Jackie， 我哋企喺度想同大家影一張嘅合照。呢啲繼續企喺台上高，好啦，好啦，其他個貴賓咧，我哋可以一路企出嚟，我哋企近台呢邊，我哋想影一張合照，係啦，大家可以企起身，大家企起身，係所有 guest， 大家所有 guest 一齊啊，所有 guest 一齊企埋嚟，我哋想影一張大合照，係啦，左右兩邊嘅，大家圍埋嚟啦，大家圍埋嚟。好，前面都得嘅，前面可以入啲都得。係，所有人，大家都靠埋嚟啦，大家都靠埋嚟啦。你都可以反過嚟坐呢張，反過嚟。好，大家可能要兩邊可能要再拍埋少少啦，大家盡量拍埋少少，可以上台都得㗎，可以上台，盡量拍前，盡量拍前。請各位貴賓盡量靠近一點，盡量靠近中間一點。係啦，大家可以上台嘅，大家可以企上台上高，可以企樓梯。好，好啦。我哋盡量要喺兩張嘅 head table 影到兩張嘅 head table， 所以大家要近啲，入啲，再入啲，再入啲，再入啲，盡量再入啲。各位可以再靠近一點咯，靠近中間一點，麻煩大家。要喺兩張台之間喎，大家盡量靠喺中間多啲啊，唔該。係啦，包括喺台左手邊嗰啲人，可能要再靠右少少啊。麻煩大家往左靠近中間一點點，挪到中間一點點。
好，大會。我哋拍條片好唔好啊？我哋 AL Family 好唔好啊？AL Family，耶！好啦，準備，set。AL Family，耶！多謝晒。多謝晒。得唔得？